基督新教各個不同門派最樂意而後最能團結一致嘅，就係咧去說佛教之不是嘅。最常聽到嘅第一係佛教解決唔到第一因嘅問題，第二咧係佛教嘅因果論好陰毒嘅。依家咧就講下第一因先啦。基督徒相信上帝就創造萬物，上帝係宇宙同埋萬物嘅第一因。至於上帝係點樣嚟嘅咧？上帝係自有者 ，I am who I am。至於佛教咧佢哋只有佛法，佢哋冇上帝，係屬於低一個層次嘅宗教信仰。其實佛教有冇諗過佛法從何而來呢個所謂第一因嘅問題咧？我相信佢哋係有嘅。例如楞嚴經話法爾如是，爾係中國最古老嗰本詞典爾雅嘅嗰個爾。法爾係咩意思咧？法爾係自爾，即係佢自己嘅本然咁解。英文所謂 It is as it is。呢個同道家嘅道德經話道法自然，亦即係萬物根源嘅嗰個永恆嘅道咧，係來自於道佢自己嘅本然。兩者幾乎係一致嘅。講真啦，我是自有者 ，I am who I am， 同埋佛法乃係來自於佢自己嘅本然 ，It is as it is。彼此喺概念上其實又有乜嘢大分別咧？何解基督徒認為前者係第一因嘅最佳答案？後者佢係全然不是兼且拍馬都追唔上，真係百思不得其解。